今年全國兩會圓滿落幕啦，對國家同香港嘅未來發展具有重要嘅指導意義。未來香港應該把握一國兩制嘅獨特優勢，充分發揮橋樑紐帶嘅作用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。喺教育方面，香港要全力推進建設成為國際專上嘅教育樞紐，匯聚全球嘅人才，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嘅集聚高地，助力教育強國建設。同時，我哋要繼續加強國民教育同埋國家安全教育，培養下一代嘅家國情懷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，未來成為一國兩制嘅接班人。作為區議員，我會主動咁樣喺社區裏面分享兩會嘅精神，幫助市民更加深入咁了解國家嘅發展，同時做好教書育人嘅工作，栽培未來嘅棟樑。